有没有人有机会呢？哎呦，王文成神啊！这一球他居然接到了 ，nice play！好，来看一下这一球，三垒手追了过去，游击手也过来，到底有没有人有机会呢？哎呦，王文成神啊！这一球他居然接到了 ，nice play！ 哇，这个球不可思议啊！哇，这个球难度很高哦。他100公尺应该有跑到10秒吧？对，你看他移动的距离有多长，而且是后退的在追求，他会增加追求的难度哦。哇，这个球厉害，厉害！这个年度10大来挑战一下，先预约了，哇，最后还被他捞中。这个光要跑到落点就不简单了，更何况在背后的情形下还要把它接近手套，这个球难度高，而且已经守了12局，他还这么样的有专注度。